OK，2024年第44條題目就話喺個考試入邊，咁學生嘅分數就 show 咗喺度，咁就問你以下邊一項係啱。咁首先啦，佢就講 media，咁我哋不如將所有分數由細到大咁排翻出嚟先啦，咁就會變咗做10、13、16、17、19、25、26、28、30、30、32、39。咁我哋由呢度可以睇到，因為中位數係呢兩個嘅分數，咁所以應該係25.5而唔係22分。然後就講到 standard score，咁我哋 recall 翻 standard score 嘅公式，咁就係2set 等於 i 塔減 mean 再除 standard deviation。咁而家我哋呢個同埋呢個都冇啦，咁我哋計一計先。咁 mean 就等於23.75，然後 standard deviation 就等於8.3479。咁如果要 check 下係咪每一個 candidate 嘅 standard score 都係低過，其實我哋只要 check 最高分嗰個就，因為只要呢個唔超過2嘅話，所有都唔會超過。咁我哋就代數去計啦，39減23.7除standard deviation， 咁就等於1.8 which 係細過，咁所以 statement 2係啱嘅。然後 standard deviation 頭先我哋都計咗係等於8.3479 which 係大過8，咁所以咧 statement 3都啱嘅，所以答案就係 D 啦。